追龍係名作家倪匡嘅作品。追龍嘅意思並唔係我哋平時講啲癮君子食白粉，而係另有心意。以下就係故事嘅濃縮版。我係衛斯理，喺一個暴雨之夜，我同太太白素去睇歌劇。喺歌劇院門口避雨嗰陣，意外遇到一位老人家，佢係經營當鋪嘅孔振元。佢阿哥就係著名星相學家孔振全。孔振元好熱情咁邀請我哋兩夫婦去佢哋屋企觀星兼研究下占星術。我本來冇乜興趣，但係出於禮貌就應承咗。幾日後，我約埋老友陳長青一齊去孔振全嗰度。陳長青後生嗰陣曾經喺孔家做過僕人，對老人家好有感情。去到孔家，見到對研究天象好執着嘅孔振全，佢已經93歲啦，瞓喺床度對我哋講：東方七星宿，即係古代叫青龍嘅7粒星，突然連成一線，匯聚成紅色光芒，直射地球，係極其罕見嘅天文現象。呢個7星連芒係大凶之兆，依據古代占星術，預示一定會有大劫，甚至會毀滅一座東方嘅大城市。最後佢擰個頭嚟對我講：衛斯理，你係吉星，唯有你先至可以解救呢一劫。冇幾耐，孔振全就離世啦。臨終前，佢將一個用9連環做鎖，畫咗金漆花紋嘅黑色箱，交俾細佬孔振元，再轉交俾我。我試下解開9連環，但係太心急，竟然拉斷咗鎖環。箱裏面原來係另一個細少少嘅箱，同樣以9連環鎖住，咁樣層層相套，竟然有7個箱咁多。最裏面嗰層嘅細箱空無一物，肯定係老人家臨死前開嘅玩笑，再唔係就係老糊塗。於是我就將成套箱抌咗落去地下室，冇再理會。日子耐咗，慢慢就唔記得咗呢件事啦。陳長青就唔同，佢對星相學好有興趣，開始仔細咁睇孔振全留低嘅觀星記錄。有一日，陳長青興沖沖嚟揾我，佢話：衛斯理，原來歷史上真係有7星聯芒嘅記錄。西方古籍裏面提到，公元79年，意大利龐貝古城上空曾經出現類似嘅異象，隨後維蘇威火山爆發，成座城市一夜之間被埋沒，徹底毀滅。呢個消息震動咗我。龐貝古城慘劇眾所周知，若果東方都有一座城市面臨同樣嘅命運，將會係幾咁可怕嘅浩劫呢？我哋開始坐低認真討論，呢個災難會係火山爆發、海嘯、隕石撞擊，抑或核戰呢？邊一座城市會遭殃呢？陳長青研究越深，神情變得越凝重。佢話我知，孔振全嘅理論認為，星象影響人間，尤其影響某啲關鍵人物嘅命運。嗰啲受空星操控嘅人，如果係政客，佢哋會互相吞噬、鬥爭，就會導致成個社會崩潰，而一座城市亦都會因此氣數盡滅。我同太太白素商量，聰明嘅白素聽到之後就提議，不如重新檢視嗰套箱啊！我哋將7個箱攞翻出嚟，仔細觀察9連環鎖嘅結構。白素發現，將9連環扣環上嘅黑點連起嚟，竟然組成一幅地圖。再仔細睇，
個箱層層相套，從外到內7層，每層代表10年嘅週期。最大嘅第一層9連環上有30個黑點，代表最初30位受星象影響嘅空星化身。每個黑點代表一粒空星，亦即係一個重要嘅政治人物。佢哋構成一條吞噬鏈，注定互相殘殺、互相吞噬。每10年減少一啲，第2層少咗幾個黑點，第3層更少，直至最內層嘅細箱9連環上再冇黑點，意味住70年後所有人因為互相吞噬而全部消失。喺呢個互相吞噬嘅過程，正係導致一座大城市毀滅嘅根源。嗰個城市位於東方，當政策混亂、社會動盪，呢個城市就會失去支柱，繁華轉眼成空。唔係轟轟烈烈嘅天災，而係無聲無息嘅人禍。而呢個東方城市嘅氣數亦都因此衰竭。陳長青坐立不安，佢相信若果能夠阻止嗰啲空星化身互相吞噬，就能夠改變命運。佢突然失蹤，我同白素四處尋找，終於追蹤到佢原來向國際殺手組織買咗一件秘密武器，可以喺數十米外無聲無息咁去暗殺目標。陳長青企圖用呢一個裝置去刺殺其中一個關鍵人物，嚟打斷嗰條吞噬鏈。可惜最後長青佢行動失敗。我同白素趕去救佢嘅時候，佢被公安監視，差啲被捕。我哋3個人倉皇逃走，過程中目睹某大國種種荒謬同黑暗嘅實況。嗰啲特工全無人性，令人不寒而慄。陳長青好感慨咁講：我以為可以追上惡龍，改變一切，但係命數呢樣嘢只能夠追隨，而冇辦法改變。當時我同白素都唔知講乜好。孔振全話我係吉星，但係我其實乜都做唔到，或者我可以做嘅只能夠事先警告世人，如果有可能，盡早離開呢座注定氣數將盡嘅城市。呢個就係追龍嘅故事，追逐惡龍，但係就永遠追唔上。東方大城市嘅命運已經由星象注定，無力回天。氣數盡時，一切繁華如夢幻泡影，終將消逝。請各位記得俾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，係免費㗎，只要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追龍係作家倪匡衛斯理系列中最充滿咗奇特色彩嘅一本，喺1983年出版。嚴格嚟講，追龍並唔算係科幻小說。故事裏面用7星連芒嘅天文異象嚟預示東方某個大城市嘅毀滅，又強調呢個毀滅係氣數，係人力無法挽回嘅。呢種將科學同玄學結合，充滿咗宿命論嘅寫法，好有倪匡嘅寫作特色，既有想像力，又有洞察力，好成功咁用小說嚟影射現實。而家由2026年去回望，就更加明白43年前佢所發出嘅預言係幾咁精準，真係令人佩服。如果想知道倪匡所講嘅嗰條吞噬鏈同埋氣數將盡嘅城市究竟喺邊度，請觀眾自己去閱讀原作《追龍》呢。